很多人会觉得楚明唱母语唱那么多年，有的不但认识我的可能不知道，但是怎么突然发了2张专辑、2张 EP 之后，突然出国语了？我也不知道我要讲什么。但觉得母语对大家来说不熟悉，或许换个方式，我就会讲一些故事。我很久没唱中文歌了，我写中文歌都给别人唱，给阿路唱，结果他还没把那首歌唱红。他唱红，我还可以赶快翻唱，再捞一笔。又没有，有时候也要累，但是想做的事情还是会在心里面一直的，都是自己真的很想做的。就像要回来突然开演唱会，想很久了，本来只是我一个人要唱。搞到最后，部落的人都要唱，我又很怕他们把它搞得很像婚纱喜庆。你有看到昨天那个画面吗？那些歌根本就是喜酒会唱的。那个夫妻演的林秀芳，那不就是吃喜酒的场面，新郎新娘，好累。不过你们也接受，你们真的很神奇。或许换个方式讲故事，我觉得收获就会不一样。有一首歌我写好，也放在这张专辑，对我们阿美族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个推荐，服饰的推荐。我们讲阿鲁富。那个讲情人带，不过里面很多我不知道我想表达的事情，大家以为它只是一个很简单的定期的推荐，可是不要为了做这个推荐，只是妈妈。每天不眠不休的为孩子刺绣这个情人带，而且不是每个孩子都要成年的孩子才有办法拿到家人的祝福，给他这样的爱的那种，一时之间还很难表达。我就写了中文歌试试看，这首歌情人带。但是我没有说，我们的是爱与众不同，别
了给我，不要忘了我的情人啊，你蓝色的是我这一辈子唯一的爱，不要忘了我的情人啊，我手下的是月光下最开心的期待。但是我没有说，我们也是有一种互动，别了别不要忘了我的情人啊，你拿着的是我这一辈子有你的爱，不要忘了我的情人啊，我手下的是月光下最期待的期待。不要忘了我的情人啊，我唱歌你跳舞，不管现在是什么时代，现在什么时代？谢谢。